台湾好像蛮喜欢冷战的。啊，那你怎么会来台湾？几个因素吧，一个是考不上香港的大学，另外就是政治因素，哦就不想要待在那边，哦，那就只能在这边。我太难了。那你有没有觉得香港女生跟台湾女生差别最多的地方？我要说男生和女生啊，台湾说话比较圆，有时候要猜他们想法，因为我自己女朋友也是台湾人，有时候说话会比较绕圈。香港的话，就算是男还是女也好，就比较直，宁愿吵架都不要冷战啊。台湾好像蛮喜欢冷战的。有没有看过 JNG 的穿搭？有啊，89那些啊，就是就比较直，比较窄的那种牛仔裤都还好，但那个发型不行，像半颗芒果在上面一样那种。他们很喜欢窄牛仔裤，但是破很多洞，但是它破的洞不是可能1、2个小圈，一大个正方形，那跟没穿没差别。